是一个俄罗斯的民间舞啊，欢乐的夜晚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好。头头迄帅哥哦，干舞阁足好哦，跳真快，跳真久啊！啊，你问网下早来拍无啊？你一拍无迄就停啊！啊，你也无拍伊无跳，开玩笑啊！好，感谢大家鼓声。咱台湾啊，真侪经济文化啊，相当丰富多彩啊！即摆来食啊，都可以啊！伫咧大陆也有一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不高兴对啦，全世界啊，叫名。你知道吧？青藏高原、西藏，知影无？布达拉宫是不是？今摆要去西藏啊，真远啊，行路有3、4个月、几半年的。所以阮大家讲，若要西藏要去迄所在啊，是敢若一条路那天的，一条路那天的。落尾啊，修一条铁路，建一条铁路到我爷要拜拜，真方便。要去旅游，要参观，真方便。所以我做这条铁路叫做天路。下面一首歌就是叫做《天路》，要送给大家。唱这个歌的哦，就是一个西藏的藏族的歌手，是阮歌舞경艺的财旺多吉，我先欢迎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会给啊，真水哦，五彩缤纷啊。好，你财旺来将这个《天路》来送大家。第一段伊要唱用藏语唱给大家听藏语有人会晓听袂？藏语。风嘛，你背面风，不要听就好办。不要啦，其实我也不好听啦第一遍用藏语唱大家，第二遍用国语唱，咱来听我麦，我先老练者。